继续来看台北木栅指南宫李洞宾、李成功升道1143周年的大典，南北总统参选人拢去参加。这嘛是5月17，国民党征调侯友宜了后，侯友宜甲郭文铁第一届同台出现。不过两个人无互动，侯友宜佫炮火真猛。 因为侯友宜主张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9二共识，结果互郭文铁甲警体讲，诗有2种，即摆侯友宜的侯有3种。侯友宜再起来回呛，讲郭文铁毋捌中华民国的宪法，讲要送郭文铁教科书，柯文哲的柯教科书。侯友宜批评郭文铁两番的态度无甲一项清楚，哪会好意思乌白甲批评咧？ 柯文哲先生，前台北市长郭文铁穿一丝乌西装参加指南宫的大典，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嘛受到邀请来参加。当三加油声出现伫咧木栅指南宫呼吁地军升到1143周年的大典，这嘛是国民党征调侯友宜了后，两个人头一遍共台，只是一人坐一边无互动。红采访的时阵，侯友宜是唱甲真昂声。这9个共识部分，就是这柯文哲酸侯有3种，那市长怎么看？柯文哲不懂中华民国宪法。 我准备送他一本教科书。我两岸的立场态度非常的清楚，柯文哲并没有一项清楚的。安那好势甲我讲呢？ 就是因为侯友宜进前头一遍表示接受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9二共识，却互郭文铁呛讲侯友宜有3种。郭文铁伊嘛无认同侯友宜缩短驻兵时间的讲法。特别是国防政策不可以侧方向，开什么玩笑？这个国家战略方向，你知道？ 招立委伫咧暗时成立后援会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向侯友宜甲郭文铁握手，只是南北参选人拢来呀，乃无看到绿营的热清德，敢是和指南宫的黄成国心结还未透开嘛，引发着猜想。因为过去的话，我们都是邀总统嘛，哈。今天是特别。那个总统这一次有特别指派那个郑文灿副院长来参加。徛伫行政院副院长的边啊。那我想他在这一方面的成熟度是远胜于 其他的候选人，这场李洞宾的大典充满着真高的政治味。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